台语真会长，愈讲愈练长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咱伫录音之前吼，其实我著甲在座各位讲过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吼，我其实除了我即马做工过即个华视新媒体。讲好清楚。嘿，华视新媒体这个单位以外吼，其实我最想要去遐做头路的一个单位，就叫做华视新闻杂志。安尼你敢想要去爬玉山？嘿，我看到迄个玉山咧，我就感觉吼，我也是想莫去好啦吼，因为可能我的体力无遐尼好。你可能爱上山落海。嘿，可能爱去过什么苦行僧的迄种日子啊，可能我过袂去啦。所以咱今仔吼，请到一个伫新闻杂志内底吼，伊也晓讲客语，伊也晓讲台语。对，而且不管是新冠或者是主题，拢高人一等。嘿啦吼，刚刚看到叶孙，哎呀，那遮悬啊，那遮落哈。对啦，欢迎陈彦祖。大家好，我是华视新闻杂志的记者陈彦祖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就是你好。我跟你讲，我对于昨仔的困无啥会去，我就想讲要来上你的节目，我就足紧张的。今仔日一开始吼，有一件足重要代志，想要问陈彦祖。你讲吼，华视新闻杂志你有一道咧做迄种老幼共学的迄款这会记上课安尼。嘿，是。啊，这个专题内底吼，其实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讲学习母语的这种环境。你伫采访了，你敢有啥物看法？你感觉要安怎互台语佮客语慢慢会当佮生活伫咱的身躯边？我是感觉讲，即摆社会内底有真侪人对于老人有无好的印象，因就感觉讲因无路用啊，可能因就认为讲有寡失智的老人，可能。攻击囡仔会做无法度控制家己的代志安尼，就是认为讲，若是讲是大人入去校园内底，可能会伤害到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我就是讲要做这个专题来讨论，讲若是讲学校内底有老人，佮有囡仔，因会安怎做回来学物件咧？我是感觉讲，真侪老人可能以前伊是做田的啊，是做啥物物件，伊有足侪人生的经验，会当借这个机会来教好遮囡仔。我是感觉讲，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。做伙上课，做伙耍。其实嘛是真好的机会教育。对，就上课话啊，课话即马少年啊，较袂晓讲啊。是。对，我是感觉讲，若是讲会当互遮的士大人来做老师来教遮囡仔，可能是最好的机会啦。啊，不过其实你是客家人，所以你感觉讲有当时你咧讲台语的时阵，佮有你讲客语的时阵，你感觉敢会互相影响？会，我即马就会。其实我是一半一半，我爸爸遐是客家人，我妈妈遐是河洛人。对啊，我自对开始学客话了后，有一届我外妈是河洛人，伊就打电话互我讲，哎，你食饱未？我就讲很忙，很忙就是阿未意思，客家话阿未意思，就难做伙，熬袂过来。我即摆去采访时阵，拄着一寡老人，是大人是敢若会晓讲台语的，我就嘛是会有这个问题。讲到即马母语的这种环境吼，你讲吼，其实咱以台语来讲吼，我定吼甲我阮孙仔。伊即马打2岁外尔，伊去迄个上迄种幼幼班，伊去幼稚园的时候，有的课本就开始咧教台语，而且伊是用台语的正字。哦。嘿，佮有顶悬佮有迄种罗马字，甲罗马拼音佮正字拢放顶悬，互伊一字一字去念。哦，以前看有2岁尔。伊看无，要毋过伊会晓念一字一句拢无漏，拢无漏交去。所以你有感觉吼，台湾要创造一寡复兴，迄个母语的迄种方法，你感觉佮有啥物方法会当去做？即摆我是想讲，流行文化是一个方式啦。就讲即摆少年人较爱听台语歌，即摆就足侪乐团。其实伫演奏的专题内底，之前有一集啊，都是有小介故乡在地乐团。因为你是高雄人，对，我高雄人，对，所以伊就小介一个高雄的乐团叫做千体，伊拢写因的故乡的代志，看到啥，生活内底物件。而且之前我看伊的专题，佫有一集是讲到一条客语歌，就是叫做汉歌。汉歌是啥物意思？行过的意思。行过。哦，汉歌。而且迄条歌的旋律也一直伫我的头壳。伊迄条歌是咧讲啥物？咧唱啥物？伊就是嘛是咧写故乡，伊行过故乡，想到细汉时阵伊安那，伊就想讲即马大去外口打拼，伊就就怀念伊的故乡安尼，伊就感觉讲爱转来故乡，唔通袂记哩安尼。你做过做侪专题，平常时啊，你咧去上专题的时阵啊，
容易用什么方法？就爱常常看新闻啊，注意身躯边有啥物代志，有啥物人啊，有人甲你开讲的时阵讲到啥较趣味的，你得甲记落来。佫有一个代志就是讲吼，你有一集是咧爬玉山对无？顶个月啊，差不多9月时阵去爬，哦，迄个时阵足热呢，袂啦，凉凉。凉凉吗？山顶盖凉。其实吼，你画面内底，你迄个专题内底，你有翕到讲，伊迄个医疗团队有人无爽快，拄好佫有人爬山的人去哩，拄啊拄着，伊嘛是高山症，恁敢有身体无爽快？摄影记者伊是无，伊就常常咧爬山，伊是就有经验。倒一个。卢松佑哥，对，伊真济爱爬山去山顶的真地，拢是找伊来翕。所以忝的，因为伊搁爱讲迄个。别，伊知影总欢喜的吧？歹啥就好。哦，伊有经验啦。我迄当阵我是阮出发进前，医生有互阮食药啊，预防的药啊。毋过我到山顶可能是伤寒，我的血压称到足悬的，差不多称到150，就头壳小可疼，毋过袂安那呢。若是讲较冷，阮的血管会缩起来，对，血压较悬，就小可有安尼的问题。安尼你敢觉想要做专题记者？我先考虑一下吼，我先做一寡较平地顶悬的代志。恁迄当时爬山的时阵，敢有爬到想要放弃？我是无啦，我就讲对头前的人，伊就哪行我就哪对安尼，就到啊。毋过是真正是无简单啦。我其实吼有一个爬山的山友，伊无爽快，所以伊先开一个药啊吼，伊个叫做高山症的药啊。对。拄着迄个时阵，你是安怎发现？恁是安怎发现迄个人拄啊无爽快？就是有医生讲，哪有人坐伫路边，迄当阵是差不多要离山顶无偌久，伊就讲哪会离山顶无偌久，就坐伫路边休困，伊就甲问。就是你要到山顶的时阵，看有一个人坐伫边。对，伊甲问讲，伊是讲伊拄啊落山，就是想讲哪会拄啊落山，就身体无爽快。伊讲伊对半暝就开始爬，就讲伊要一工内底来回单讲安尼爬一抓玉山。啊，你落了这一了，你有啥物感想？后一摆佫有出发要去山顶的时阵吼，你敢佫想要去？我会想要去啦，我应该会去，因为我为着即届采访，我买了足侪物件。你是讲袂当答应一摆？对，我就是客人爱好好利用阮的物件。你即摆甲你制造这种刻板的印象，我是很就没有歹势啊！我开到要几万块呢，都是衫啊，包包啊、鞋啊，啥物物件。花西无甲你补助吗？无。花西，我家己出钱。所以绝对袂当用一摆，是我嘛是，这是客家的精神嘛是来啊。真正讲山顶的风景是介水啦，就真正讲一世人爱去爬一抓。既然讲到客家的刻板的精神吼，嘛是一定爱问一下，就是讲吼，你是客人，外口的人拢讲客人当生啊，开钱都唔敢开去管的刻板的印象，你是感觉安怎？无，即马拢无啊，我即马身躯边足侪客人，拢少搞开钱的。即马拢无啊，迄可能是以前对啦，生活较歹过的时阵，对，安尼较省啦，唔敢开，即马拢无啊，即马拢足敢开对，像我拢无咧欠的。啊，你伫花市除了杂志以外吼，你佫有做一个专题小单元，叫做有闲来。武汉的来了，有汉来了，就是有闲来佚佗，了就是客家内底佚佗的意思。来了就来佚佗。哦，我问你哦，台语有台语的正字，客语敢有家己的拼音的方式？有，家己的字嘛是有。因为阮电视顶管吼，拢会报，拢会有当时拢会看到，但毋过真正足困难的呢。袂啦，台语内底都含客话有小可淡薄差不多。譬如阮讲生理，阮讲生理，而且甲台语的正字是生做共款。对，有寡字是共款的。对啊，其实我阁想问你，咧做有限来了嘛，所以你对教学一定真有想法。就是比如讲，若是今仔有观众朋友伊想要学客话，你会用什么款的方式去甲教，或者是你会当互因什么款的建议？我是讲会当常看阮的花絮，阮有做有限来了。对，有限来了。伊也讲这是生活顶悬哦，即马介难呢，因为即马讲客话人真正足少的。你去客家庄可能嘛是听无啥有客话。
对，你就要找方法，可能去客委会的网站啊，啊无就讲看网络上有寡人做寡影片啊，啊是讲你身躯边有客人的朋友，你就甲请教安尼。所以吼，我感觉吼，有当时啊，要安怎去伫遮弱势的国家医院内底去找到一个平衡。伊就讲迄款感觉吼，就是我毋知影要讲，这是政府爱用智慧的所在吧？我想到一个真赞的方式，就是咱对食的开始学。所以我会当接后一题。即摆会当问伊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他家有冇个好食嘅东西？你敢有听过一个叫做碎板？客家主要用米来做料理。碎板的就是用米去吹，就像碗粿安尼，碗粿就有咸的，佮有甜的。因客家有做甜的，我较爱食甜的。甜的，甜的就好食的，嘛是 QQ，软软，食起来就是碗粿，毋过无料，内底无料，就是乌糖安尼。除了你较多讲迄个碎板，啊，佮有啥物物件？客家内底较特别的，就是鸡肉，我感觉讲鸡肉就好食。鸡肉为什么？鸡肉用阮会用鸡肉去做的鸡酱。鸡肉，所以嘛是甜的。酸伊加豆油。我刚刚是称赞哦，称赞。好棒。就好食，这嘛是客家料理内底最出名的。所以都有咧卖。应该餐厅内底拢有咧卖吧？客人的餐厅嘛，客家的客家料理的餐厅内底应该拢有。台北敢有客家的餐厅？有啦，就这啦。伫堆。有 Google 就有啊。哦。除了甜的以外，有咸的哦，就是板条。阮客话讲。板条嘛是用米去吹，小可像鼎边烧，毋过伊甲切甲一块一块。有一个问题吼，就是讲吼，大家外口出个餐厅，伊毋是客家的餐厅，毋过伊拢会卖一项物件叫做客家小炒，真正拢是客味吗？客人的味？无呢，无一定，有足侪拢无这标准。所以客家小炒，伊这项物件内底应该加啥？客家小炒用客话来讲。是炒肉，就是炒肉的意思。炒肉。是安怎？我食客家小菜的时阵，我感觉我敢若食着豆干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大部分阮若是踮厝里家己做，拢是炒肉、炒姜、炒鱿鱼。所以无豆干。是即马较有啦，因为外口拢是安尼做，阮就即马较有咧加。上传统的就是肉、鱿鱼、葱啊，无就是芹菜。我搁掠准迄项料理，最后是要炒豆干。鱿鱼较贵啊。有做一最重要的代志吼，因为譬如讲，有的人伊想要学客语的时阵，可能无啥物资源会当去找。你敢会当搁甲大家讲一个讲，你也要学客语，除了看有限度的了以外，嘿，搁有啥物资源会当去使用？伊身边有啥物资源会当使用？即摆像客委会啊，客委会都有做一个客语认证的网站，顶面有做一教学。例句，佮有模拟考，对，你就会讲先去学晓了，你佮会当去家考试，考看卖啊，看你有学起来无，随时拢会当看。所以要学的吼，紧去看哦，咱这毋是客委会业配哦，哈，毋是哦。买给你看有限度的了。嘿，有限来了，有限来了，有限度的了。有限来了。哎，其实吼，对客语佮有感觉足奇怪的，伊这个鼻音，爱。我用一寡音是河洛话内底无的，像来、爱、就来、就还有，其实客人伫花莲遐就互遐原住民叫做爱，就是因为客话拢讲我就是爱，你就讲爱就是客人的意思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想要讲一寡客语的物件，或者是什么台语跟客语关联的物件，咱去找单年做来看咱做伙抬杠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哎，时间歹巧啦，无用的啊。对，有这么有变成现在背有山。哎，背有山啊！啊，你看，该去对啊，该去种什么去找做者迄个树风下老多啦。该找。做这款代志吼，上困难的物件就是想这专题到底是要安怎去发展。希望后一摆佫有机会当来看看做伙抬杠。无问题。好，安尼下回这时间继续看第一年度。大家装来了。大家装来了。